桃園市大園區配合航空城徵收拆除，電信的基地台大約嘛攏拆掉，嘛影響到附近地區的通訊品質。有民眾就怨嘆講，即馬手機的信號攏真歹，市政府是表示講會來協助改善。喂，有聽到嗎？喂。電話若毋是定定接袂起來，就是講到一半就斷線。桃園大園啊，多數原底的建築物配合航空城徵收了，一個一個拆除。原本設佇厝頂的電信基地台，嘛互人做伙拆掉，造成居民平常時通訊有困難，扣頭。你這邊收訊很差是嗎？對，我們基本上只要在馬路邊還有一點點的訊號，只要走進戶內就完全沒有訊號了。對，會造成生活上很多的困擾。蠻困擾的，如果颱風天啊。下雨天斷電之類的，可能就完全收不到訊號了。對，因為連 WiFi 都不能用。大園啊，無心理這基地台差不多攏拆了啊，干那剩中正東路這間加油站厝頂的基地台，不過年底之前嘛得愛拆。機關表示，目前信號上歹是佇無心理各大安置的所在，沿海信號嘛歹，現階段干那剩最後尾半的徵收戶也未拆，要求公部門協助清查，提供場所做臨時還是永久的基地台。遇到緊急醫療還是救災。這個整個通信非常的不好聯絡，也是造成一種隱憂。目前我們也去協調了中央和地方的跨局處單位來協助做一個通訊的改善。針對航空城計劃推設以外，害當地出現通訊不良的狀況，經發局表示，電信業者若是有供電的需求，會協調台電加速儲電。基地台新起的部分，電信業者會當向管轄單位提出土地的需求，希望增設基地台來改善大園的通訊品質。記者綜合報道。